旅程 Studio Cool LP。今日我就帶大家去到尖沙咀海港城側邊嘅5星級酒店 Marco Polo Hong Kong Hotel，試下佢哋最近超多好評嘅 Cafe Marco 嘅 Tea set。喺我今次嘅影片嘅尾段會話俾大家知點樣可以以一個優惠價錢嚟食呢個 Tea set，歡迎睇到最後。事不宜遲，一齊睇下值唔值得呢個價錢啦。環境分會有8分。如果今次嘅 Tea set 10分係滿分，我會俾6.5分。好啦，主角3層架上台啦，上機食先。我哋由最底層嘅鹹點開始。Marco Polo 嘅鹹點向來份量都精緻得嚟，好有誠意。嚟到女仔最期待嘅頂層甜點啦！今次嘅造型真係完全呼應到個主題，精緻到好似藝術品一樣，令人捨唔得放入口。就好似呢個特製嘅 cheesecake 同埋 mousse 一樣，原本以為會好甜，點知一咬開，濃郁嘅香味出嚟，層次感非常鮮明。小編分享一個 Shining Point 俾大家，用上網訂座會有7折嘅優惠。如果想知道取得優惠嘅詳情，可以追蹤我哋嘅 IG， 然後 DM 問我哋好樂意分享俾大家知。如果喜歡呢段影片，請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我哋下條片再見，拜拜。